中度风台马华慢慢接近台湾的东部外海，气象局暗算伫暗时8点半左右咧，要对东部海峡还个巴士海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马华风台今仔日慢慢呢是转向北边了后，速度有变慢，无排除这海警的时间可能要拖到3天，可能是咧拜3、4的时阵上接近台湾。 马华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长影一影陷入来台东富公渔港北环，下晡拄着打捞海影一过北环，引入来港区。迄阵真早就回港闪风，滨海公路往来车辆也看到大影正惊人。风台慢慢挖进东部海峡，长影搁较接拍入来。所以前一天伫宜兰前进湾海边失联的女学生，搜救任务搁较困难。 海上无好，出动直升机来回敲找，加速完了到现场调集等待。目前马华风台离台湾差不多600公里，长地渐渐东北，速度愈来愈慢，降到每点钟5公里。虽然环境场不利继续发展，强度完了小可减弱，不过刺激风暴风半径也是有300公里。 暴风圈会吸到东部海峡，气象局要伫29暗时发布马华风台海上风台警报。在后天到礼拜4，它北上的这个过程，因为它进入一个导引气流比较不明显的区域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台风如果还有在比较偏西接近台湾，或者比较偏东远离台湾的话，对我们各地带来的 雨势跟风势影响程度、强度上会有一些差异。气象局分析，马华上北了后，欠缺导引气流速度慢，两边偏线角度会决定离台湾偌远。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期，暗过海上风台警报可能有3天。拜日开始，降雨热区伫东半部，尤其宜兰山区雨会上大。大台北地区嘛要注意强风甲阵雨。西半部的天气有较稳定，东部、西部两边风雨大势无共。 这个台风呢，最主要迎风面都在东半部，那西半部呢就是属于背风面，甚至还有一些焚风或下沉气流，所以东半部呢非常的阴天，然后有阵雨，风浪非常的大。那西半部呢，基本上都是一个很高温热浪，中午高温大概都有35、36度的机会。气象专家形容，这礼拜拢予马华风台影响，因为风台移动速度比一切搁较慢，会决定规礼拜的天气。一直到拜5了后，北方有比较明显的气流，风台有机会加速离开台湾东部，往Okinawa 的方向过去。那做6月初2至初4安排去日本佚佗的民众，爱注意航班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